各位敬爱的兄姐，包括线顶的兄姐，大家平安。咱礼拜前来锻炼圣诗两首，第一首是圣诗18首，这两首其实咱拢诚熟诚熟，所以咱既然足熟，所以咱毋茫伫歌词的部分，咱会当唱对心内来准备心来敬拜。咱来吟18首，咱请吟大前奏。咱来吟全首第一节我心我若兄弟，主的引我的背，你对万物撒高影响，我若一大尊名，求把参水者，永永对观所。天命大观灵应格，因爱公义教成第二节，我心我若兄弟，谁敢惊人的背？空中飞鸟引起此响，我若一大尊被水潮破崎岖，风会给几给水，一根吹来凉风吹来，风一大起来第三节，我心我若兄弟，你的本对情虽然歹代将是旧行，我以稳当的心，先革命高对酒，那真的天之云，天的高位下最亲的，尊贵的兄弟。以赛亚书65章18节讲，恁着因为我所创造的来永远欢喜快乐。听起来真简单，总是咱每一日拢要因为上帝所创造的来欢喜快乐，是真无简单。所以这是咱应该会当来学习的。来第二首来吟这个521首。正诗521首。咱先吟第一节，你若行过一时梦，我着真难来帮助，有时看了就欢喜，天命真是坦多灵。难怪沙条，难怪沙条，难怪沙条，有信心来帮咱。伫约翰福音13章34节有讲。就用新的界面，互恁，就是恁着相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相听。这首诗
是即个咱有熟悉，咱有听过即个吴威廉牧师娘，就是吴马烈所写的曲甲词即个伫即个1892年，就是吴威廉牧师甲牧师娘结婚吴牧师娘26岁结婚了2个月，伊就缀吴牧师做伙受加拿大差派来到北部的台湾。即个特别，即个吴牧师娘，伊对台湾信徒应该讲上大的贡献，也是上少念的，就是伊对教会音乐的热情。咱所识的即个难得来吟诗，就是即个吴牧师娘介绍互咱台湾的教会信徒来吟的。伫咱的新圣诗内面，就是咱今日所吟即个521首。吴牧师娘伫台湾北部奉献30年的时间，就是伫即个教会音乐底下来热切来培养信徒。所以，伊有奉称作北部教会音乐之母，嘛有人称作伊是咱台湾教会音乐之母。所以咱咧吟的是咱用即个来孝念伊咱过来吟第2节到第4节。第2节我若有着心烦恼，你就替我来祈祷，就是看了就欢喜，怜悯之心感动灵。你那提高心的灵，我要唤起你热情，就是看了就欢喜，怜悯之心感动灵，难怪沙条，难怪沙条，难怪沙条，星星来帮助。第4节。沙条你我着面面，就会眼光归天地，有子看了就欢喜，怜悯之心感动灵，难怪沙条，难怪沙条，难怪沙条，有星星来帮助。咱准备心来做礼拜。今仔日是玉山神学院奉献的主日，奉献地仔伫座位的头前，请兄姐关心代祷。请安静，同心来敬拜上帝，奏乐。
恁进百姓，恁拢着大手，着用得胜的声大声阿罗上主，因为耶和华至悬的、通惊的，伊是大君王，管理全地。三甲来吟诗阿罗上帝，圣诗18首，圣诗18首，请起立。这是用使徒圣经修订版做伙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信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亚岛人来受苦，定时过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就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兵，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信实，信国共同的教会，信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三甲用启应文17篇来应答上帝的话。启应文伫圣诗后面。启应文17篇。上帝啊，人着伫锡安称赞你，听人祈祷的主啊，罪压倒我，你所竞选，互因亲近你，住伫你殿院，即款人真有福气。日出日落的所在，你互因欢呼。上帝河水满满，你灌溉田园，收肥土地。
你赐福互农作物大长，你用丰收做年冬的王冠，连旷野的草埔嘛有油在滴。草埔用羊群做衫穿，因拢欢喜出声吟诗，同心来祈祷。阮每一日所仰望的主上帝，你是善，你的慈爱永远伫地，你是恩待阮的上帝。学罗你的荣耀比天搁较悬，阮的心要坚定。要用诗、用歌、用心、吟诗作客来学罗你。阮通日因为上帝来夸口，阮要学罗你的名直到永远。怜悯阮的主上帝，阮的心要倚靠你，因为阮软弱，阮知影你的真理、你的教示，但是阮无愿意去遵守。我用喙唱诗学罗你讲。我愿意为着你来过每一日的生活，愿意一心来跟对你。但是当阮遇到逐项阻碍的时，阮就越头离开。求你加添阮的力量，阮的不信不足，求主来帮助阮。因为阮的软弱、罪恶，世界充满了无公义、战争、瘟疫。阮谦卑来到你的面前，求叫你的名，祈求你的面。我当离开阮的歹路，你就要医治阮的城市、国家、阮的土地。赐人智慧的主，阮要特别为着全世界每一个国家的领导者来祈祷，求你帮咱这的领导者谦卑，照你的真理来治理国家。用智慧颁布法律政策，保护人民的健康甲安全，用有效的方法，互疫情伫每一个国家会当来停止。阮也要为着教会兄弟姊妹来祈祷，互阮脱离俗世界的价值观，愿意派家己的时日价来跟对主。求圣神伫阮的心内时时提醒阮。即马话题毋过是阮家己，是救主耶稣基督活伫我内面，也为着教会建堂已经逐项的事工来祈祷，互兄弟姊妹伫意守信心、赏赐互阮合一的心，每一个人尽心尽力，用彼此相听的心来成就上帝国的工作。今仔日也是玉山神学院奉献的主日，主你设立这间学校76年来，培养原住民教会传道人，伫原民部落宣扬福音、传承信仰，也参与伫部落文化、音乐、历史的保存。但是因为社会的变迁，原民部落人口足侪去到都市。学校也面对足侪的挑战，愿上帝大能的圣手，将极大的恩典灌压伫玉山神学院的政务者、新学生的身上，伫原民部落继续信心复兴的工作。阮深深拜列以上的祈祷，即时阮也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声祈祷演讲。
请做伙来恭读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马可福音第15章第32节到36节，伫台语汉语本圣经61页。新约马可福音第15章第32节到36节，伫台语汉语本圣经61页。以色列的王基督打着对十字架落来，互阮看来信伊。当顶伫十字架的亚美伊，日中昼全地黑暗，到3点钟的时，3点钟的时，耶稣大声叫讲：以罗伊，以罗伊，念玛撒巴代尼。翻译就是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啥事放离我？边头徛的有人听见就讲：你看，伊在叫以利亚。有一个人走去。用海洋浸醋下伫路底尾，互伊诉讲，请问试看以利亚来救伊落来啊无？请鲁马夫万苦苦无私讲道，题目是派十字架的耶稣甲暴龙拗叫的对话。亲爱的我们的陈牧师，还有我们的长执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感谢上帝今天能够站在各位的面前，来一起分享上帝的话，也代表玉山神学院来向你们致最深的感谢。过去为教会对玉山神学院76年来的支持与奉献让我们能够学校能够感受到你们的爱与关怀。我现在是玉山神学院的董事长，已经当了10几年，所以感受到真的我们台湾还是有爱，台湾还是很有情。所以今天呢，能够代表玉山神学院，我就用心的用我最近所经历的特别用我们故乡在玉山那个地方的一个美丽的一个风景，来跟主耶稣背十字架的这样的一个做一个对话。那我们现在来听一听，这个是我跟一个青年我自己创作的一个歌词，也是我们教会诗班来唱这个你们可能也很少，也配合到就是我这个布农族的一个圣地七彩福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进去我们现在来听一听这首故乡马远，我的家在花莲瑞穗马远教会那个是我的母会，我们来听一听这首故乡马远前面那一段是我唱的可以听一听。来，我们现在来开始。嘿呀，如嘿呀呀，
这个是我来我母会啊，就是马远教会那个时候做的一个诗歌啊，也刚好最近七彩福这个事件也在我们的电视，在我们的国人面前常常出现的问题很多人去过那个是我们布农族的一个故乡，我爸爸妈妈以前住的因为日本他们要把我们原住民分散所以我们把我们赶到花莲，所以我们从那个地方走路走到我们现在的这个我的故乡马远这个部落。我爸爸那个时候还小，背了一只小公鸡就是要举家就是前村这样的一个搬家所以可见的就是差不多80-90年的历史把我们赶下来所以我们刚才刚好要跟我今天的主题有一点类似，所以我就把这首歌分享给各位待会如果我们还有时间，我还会请你们一起来合一下八部合音，是布农族非常有名的一个诗歌了今天难得是玉山神学院的一个纪念主日76年我们今天就来一点原住民诗的一个礼拜，就是比较轻松，然后比较活泼的一个礼拜。好，今天呢，我要透过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我原本有准备用台语但是一听到刚才那个歌我有一点感动想流泪想到以前老人家住的那个地方所以我就不讲台语我就直接，反正我今天我用我的讲道片都会打到我的字幕PPT 里面，让大家来一起分享。我要从布农族的呼喊这件事情，来跟主耶稣背起十字架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来做一个对话，让我们来学习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布农族是高山的一个民族，过去呢，我们都是居住在中央山脉3000公尺以上。像我自己的祖先，我的爸爸妈妈，他们都世居在这个现在非常热门的一个景点。这个七彩福，布农族叫宁阿卡维兰，宁阿卡维兰，翻译就是说埋伏的伏，或者是一个战俘。我们有布农族有5个社群我是属于最小的那个单社的一个群这个是我们这个单社群的一个传统礼仪我们也是我们以前祖先打猎的一个地方之一。这个七彩福也可以说鹿池，或者是七星福，海拔在2980左右。它是在台湾的中央山脉的一座湖泊，就是一个湖。所以为什么会很漂亮？就是因为当太阳一照到这个湖面的时候，就会呈现那种七彩斑斓的那种绚丽的那种彩光，而得到非常有名的一个地方。马吉鲁马，鲁马跟我的名字有点像我叫鲁马马吉鲁马，马吉就是向着，鲁马是家，所以我的名字鲁马就是家的意思所以家马吉鲁马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回家，我们要回家。我们都知道布农族的猎人，他们狩猎回来的时候，都是要背负
很重的一个重量，因为那些狩猎的用具，还要吊一些我们要自己要吃的一些东西，还有他们所打猎的一些猎物，所以都要用走路。所以从那个山路这样一直走下来，那个路是不是一般我们这样摩托车这样可以走的？是人可以过就好。所以当他们要回家，带着他们的希望要回来的路程，因为很重又很遥远，所以他们一个接一个相互的附和，用那个声音，嗨呀噜嗨呀呀吼，一个在那个一个地方在那种山谷里面，那个声音回响那个真的是一个天籁。也因为这样唱这个马奇鲁玛这个让大家能够忘记这个重量，也在那种非常路不好走的这样的一个路程里面他们用这个歌声相互应和，让他们能够忘记重量，能够背负他们的所猎的这个猎物，能够回家，能够平安的到达家里。在我小时候，我也常常跟着父母亲去山上，那个时候都没有手表，我记得就村长才有他有手表，可能是人家送给他的。所以我们当这个村长要傍晚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几点要下山，他就用这个呼喊马奇鲁玛，就从山上这样一唱，我们就知道可以下山了。我们就一个这边唱一边那边唱，就一起跟着一到回来都是用走路。所以布农族每次要回来，不是空着要回来呢，我们要背着地瓜、芋头，还有那些菜，不止这些木头也要，都要用头背，用扛，所以很长的那个路我们就用这个马奇鲁玛，用呼喊来彼此的鼓励，彼此的这样的一个唱歌，在那个地方应和，然后忘记我们的一些那些重量。所以我们布农族，我们背负这个重物还有猎物的时候，我们都会唱这个，这边唱那边唱，在那个山谷里面，哇，回声真的现在想起来真的是很不简单。简单的几句呼一个一个一个就是相互的一个鼓励。你看我们布农族特别养一些相片，用头这个地方牧师这里也是凹进去，过去也是常常背有的是用肩膀你看他们背着那个猎物你看他们都打猎的情形猎枪背你看那么重那个就是背篮跟用背篓以前的小朋友的相片也都是用背的那个小米。所以我们布农族的族人，当我们一听到这个马奇鲁玛这首歌的时候，就知道我们就要回家了我们就会不约而同的就聚在一个地方一道回去。然后山下的家人一听到这个歌声，也就知道说我们的家人也是在这个时候也应该已经在路上要等到回家。这个不只是一个背负重物的这个歌了，其实它有那个传递那个信息在这样的一个信息里面，我们都相信这样的一个吟唱背负这个重物的这样的一个歌，让我们的心里面得到一些释放，然后减轻我们背负重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
虽然只是一种呼喊、传信的一个信号，这个当我们一起集体行动的时候，先后呼喊，彼此共鸣的时候，那种叠瓦式的，就是那个叠瓦式的那种复音就会形成那个声音真的是可以说天籁。到现在马奇鲁玛，在现在的这个部落小孩子，他们都已经不再使用，不再广泛的使用。我真的是感触良多，因为我亲身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现在当我们背很重的一个压力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可以用呼喊来减轻重担，特别现在疫情非常严重的这个时刻，感谢主，你们还有实体聚会。下个礼拜我本来要到屏东中会的屏东教会，牧师就上个礼拜就跟我说你不要来，他们就没有实体礼拜。我的自己本身的牧养的教从4月初就是用视讯礼拜，我也很久没有看到我的弟兄姐妹，感谢主，特别是班你们唱这个真正是好听感谢主，你们还敢这样唱真的是要感谢上帝我都祝上帝祝福你们，真的，我们已经很久快2个月没有诗班的唱歌了所以我想在这个地方，我要从这个马奇鲁玛来一起来透过主耶稣背负十字架的这样的一个对话，来让我们一起学习。马吉鲁玛就是要让我们延续我们布农族人的生命而唱。为什么说为了延续族人的生命？因为我们回来背的就是我们的主食小米地瓜芋头以及生命的延续，那个木材的那个火。一个家如果没有火，这个家就没有生气，没有生命如果这个家没有小米，没有地瓜，没有芋头，他就会饿死。所以我们的族人他们就是背负这个要延续族人的生命，他们为了要忘记那个重量，就用这个马奇鲁玛这首呼喊这个歌呢，来做一种忘记重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诗歌。所以为了家族或者是为了个人的生命延续而呼喊像耶稣他自己也为了他救赎世上所有人的罪，我们一起来好好的深思看看，主耶稣他背起他的十字架我们也刚刚过受难节、复活节，也大概也知道耶稣的受难。这个十字架的道路是一个孤单凄凉的。当主耶稣他背起他沉重的十字架的时候，特别他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我有这样的一个很深的一个感受。当耶稣需要有人要分担，他想要被人关心祷告的时候，你看他钟爱的门徒彼得、雅各、约翰却是睡着了，所以耶稣他非常失望，非常失望。当主耶稣他要背起十字架的时候，他大声的喊叫：上帝为什么要离弃我？这个是真的是令人震撼的一句话，也是耶稣他生命最痛苦的一个呐喊。他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这一句我的上帝，如果用亚兰文写出的时候，上帝的名称是用以洛伊这样的一个名称来称呼。他就是要让外邦的人能够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耶稣之所以大声的呼喊，也是在告诉全世界的人知道，他好像被上帝遗弃了。这是一个惊天动地的一个事。当主耶稣说了这句话的时候，圣经的记载是说，地大震动，磐石崩裂，然后呢，遍地黑暗，日月无光。因为我们的主耶稣，我们要知道，他甘心乐意背起十字架，他甘心乐意为我们人而死，他也是甘心乐意为人的缘故受尽了这个忧伤跟痛苦。耶稣他默默的承受，全心的摆上，是值得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来学习。他就是有爱众人的心，就成为了我们学习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所以我们应当要效法主耶稣，他甘心的侍奉，愿意背起那沉重的一个十字架。你看他在背负这个重担、压力的时候，耶稣的喜乐，用喜乐的那个心完成他的一个使命。所以我想今天我要从刚才我们布农族的这个呼喊，我们要来在这里来对话，我们要学习主耶稣，他愿意舍己救人，他背起那我们背负起那我们是人的罪，我们十字架应该原本是我们的罪，他帮我们背负，来默默的承受这个重担。所以我们从耶稣的身上看到他愿意舍己，舍己的这样的一个摆上，让我们真的要从心里面来一起学习。他背起十字架，从外面做一个外面的一个表现，也让我们一个学习。舍己是内心的，背起十字架是外在的一个表现，让我们能够一起来学习。当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我们也能够甘心舍己，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态，我们才会有外面那种情愿背起十字架的行动。我在这里真的很感动，诗班啊，我们常常听到，就是秋瓜一起做那个传染力非常严重哦。可能以后没有人要唱，就是我觉得你们把它当做一种使命了。我觉得在我自己的这样看来，一个使命哦，透过我刚才有录影哦，要回去也要分享给我的弟兄姐妹。这真的要甘心，为了主，一切要荣耀主啊，我们都愿意。听牧师说，上个礼拜人数比较多，这个礼拜比较少，一定会这样，越来越少，因为疫情越来越严重。你看我们乡下的这个部落也是一样，我连自己的女儿，她在板桥，她也是确诊，我们也没有办法过去看。原本规划我要去那边睡，昨天就没有，我就在一个旅馆来住宿。所以我们这个是要共存的哈，我觉得我也是要共存，然后我们要做一个防备。所以我想今天用这样的一个分享来分享给各位。这个礼拜我有去玉山神学院跟院长讨论，因为这1-2年，每当5月中旬第3个主日，就是疫情最严重的时刻。哇！我有时候心里面想说，安呢？原住民玉山信仰纪念主日，我想每次就是这个时候。我去年是到台南的太平进教会，也是没有实体礼拜，就是前一天礼拜6，我已经到台南以后，他说我们只有线上直播的一个礼拜。去年我们短少了500多万，所以我这个礼拜有去玉神跟院长讨论，我们也是一直担心
今年的主日也是最严重的这个时刻。毕新院长他在7月底就要卸任了，他65岁了，最后一年，他语重心长的道出说今年的募款可能也差不多跟去年一样。我想，纵然有这样的一个事实在我们当中，但是我们预审还是会凭着信心面对学校的财务虽然会短缺，但是我们相信上帝是耶和华以勒的神，为我们预备。所以我们就相互的鼓励了，又迫切的祷告。今天带着这样的一个请托，带着这样的一个呼喊给各位，希望你们为我们祷告，因为我们都知道玉山神学院它是特别我们长老教会培育原住民牧者的一个地方我当了第12年的董事长了，我明年我要卸任了。真的，我现在背了7800万的债务都是在我的名下就是盖那个大楼虽然我名下有那么多的债务，但是我相信上帝会预备我也在这里也如果各位弟兄姐妹有时间到玉山神学院，也欢迎那边有住宿的那个地方很漂亮。如果你们去跟我讲一下，可能就会打8折吧。你说松山教我会特别的交代也可以到我的教会，我的教会在瑞穗追背瑞穗的红叶温泉附近我有很多地方睡的有地方睡也欢迎大家，或是家庭或者是个人到家，我们有可以睡70-80个。现在的台北中卫的士林教会，他们在那边做短宣他们6月也要来。我听说你们也在庆丰嘛有短宣的工作服事真的不错士林长老教他们也愿意跟我们帮助我们的青少年主日学真的是很好的一个服事我们教会也正在关心一个在龙潭也即将要设立教会的一个教会。我觉得宣教不论在对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很重要的今年就要设立我们布农中会第41间的教会在龙潭。所以我想在这里我要请大家来一起唱好不好？就是呼喊这个。我想今天你们只要唱黑就好了我会黑，我的手一比了以后你们就唱，然后我的手一直这样的时候，你们不要停等到我的手那个时候就是拉弓箭，就是结束，好不好？我们难得我每次到每个教会我都会分享这个，也让大家一起合看看，好不好？我本来还有一首8部合音，今天不要，因为疫情的关系等到疫情好的时候，好，我先看看黑，我比的时候，你们说黑的时候，我们8部没有走音如果你很谦卑，我们不能用的说法，你很谦卑，你就唱低音；如果你很骄傲，你就唱高音嘛。好，你都可以8部了，没有走音的嘿都可以。如果你可以唱很高，嘿呀，嘟嘿呀呀，吼嘿，这个诗班很强很准。好像你们都很骄傲，都是高的呢，有谦卑一点低的，好，再来我们就唱这个结束，我就要做祷告了好，嘿呀，嘟嘿呀呀，
哦吼嘿哟嘿呀nu嘿呀哦吼嘿。好，我们拍手，我们感谢我们的上帝，愿上帝与你们同在，祝福你们的建堂。我在高雄，如果你们走南横，现在在通的5月1号通的南横，下面第2间叫梅兰，我在那个地方2000年的时候盖了一个教堂，2000万，因为那个时候2000年嘛，我们就盖了2000万，很漂亮的一个欧洲式的建筑。如果你们要走南横，那边也有一些民宿，也可以用我的名字。应该我在那个地方牧会了22年，我在那边梅兰教会22年他应该也会打折吧？所以在梅兰，如果你们走南横可以看看我们2000年那个时候我们要。那个时候对2000年都有很大的一个期待想说是不是世界末日啊？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做了我们的一个送给上帝的礼物建堂。你们要建堂，希望能够一起同心啊！我那个时候我们在建堂的时候，我们只有40几户，一年我们只有200多万的这样的经常费的收入，但是我们可以盖2000万。我跟他们讲说，其实不要怕没有钱。我们不怕咱没钱啦，就是怕我们没祈祷啦。咱的上帝是挺富足的上帝啦，那我们祷告的时候，上帝会满足我们祝福你们的建堂能够顺利将来看到在饶河夜市这个地方看到一个漂亮的上帝的家，松山教会，我们来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要献上感谢。今天我们透过布农族的呼喊，来思考主耶稣，你被钉十字架，要让我们学习的功课，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知道、了解我们的使命、我们的责任。求你也帮助松山教会的牧师、传道、长职、会友，让他们在这个地方成为一个盼望的记号，成为主你来见证荣耀你的一个教会。祝福他们的建堂，也祝福他们的整个健康，祝福他们的家庭。我们愿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请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经句。咱做伙读2遍。3点钟的时，耶稣大声叫讲：“以罗伊，以罗伊，亚玛撒巴代尼。”翻译就是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啥事放离我？马可福音15章34节。3点钟的时，耶稣大声叫讲：“以罗伊，以罗伊，亚玛撒巴代尼。”翻译就是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啥事放离我？马可福音15章34节。三甲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521首，圣诗521首，请起立。
请坐。奉献，请廖桂干技师、吴慧芳技师、陈秀娥技师、陈明奇技师来负责奉献。请起立。请坐，请看消息报告258页。周报158页消息报告。第1点，今仔日是玉山神学院奉献的主日，特派鲁马夫曼库库牧师前来讲道请安，感谢牧师，请兄弟关心奉献。第2点，今仔日上午11点甲下晡12点15分，要伫2楼举行建堂需求访谈说明会，请兄弟经一场参加。第3点，今仔日下晡12点半要举行属基花莲底选队第1摆筹备会，请底选队队员参加。请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人客。好，咱今仔日礼拜煞有2场的建堂的即个需求说明会，就是咱的建堂委员会的建筑小组用这个月的时间，针对各事工组也是各小组团体有做一个访谈的需求吼，所以今仔日有2场的安尼的说明会，所以咱会当伫教会2楼，也是咱会当伫线顶参加。今仔日咱的教会有发互咱一个迄个连结，互咱等下11点试落去，咱就会当来参加线顶的即个说明会吼。好，过来咱有喜事，就是咱真恭喜凯安甲培文吼，因伫拜5有真顺利来得到一个千金，吼，咱嘛恭喜丽月姐做阿祖，吼，啊嘛恭喜耀清兄、秀玲姐因做阿公阿嬷。好，咱即时咱来看咱的即个公道的遮个名单、遮个消息。好，大兴咱嘛犹原为着咱的台湾，为着全世界来祈祷，恳求主的怜悯甲扶持，为着伫各地宣教的遮个宣教师来祈祷，恳求主保守因的安全。
咱嘛为着怀孕的姊妹，吼，咱的教会真正受上帝祝福吼，甲一个孕妇生完吼，咱就马上吼补2位孕妇安尼吼。所以第一位是孙圣兴，吼，圣兴是清真乡的新妇，吼，伊甲佑达即马伫德国，吼，咱嘛恳求主保守圣兴。吼，咱嘛恭喜佩莹，吼，佩莹嘛是咱教会青年，吼，咱嘛恳求主保守因的平安。吼，咱嘛为着身体欠挽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来负责伊跋倒，吼，咱来恳求主医治伊四围伤，吼，伊即时嘛有微微啊发烧，吼，咱嘛恳求主紧紧来医治。慧玲姐、苏胜老师、明珠姐、俊行兄、秋菊姐、邱玉姐、应轩、钟贵兄、庆和兄、秀恩姐、志金姐、弟兄兄张老师、美霞姐、美兰姐、邓妈妈、龚基姐、陈基雄长老、阿淑姐、伊丽、素梅姐、方梅姐。谢丁兄、明理姐、谢平兄、阿菊姐、郭元兄、东龙兄、丽珍、美珍、佑庄兄、李雀老师，互咱嘛这几工，咱拢有陆续吼接到咱的兄弟姊妹确诊的安尼一个消息，吼，咱有几位的兄弟姊妹确诊，吼，也是讲咱嘛知影讲，咱可能身躯边有真侪人确诊，吼，咱嘛恳求主保守因的平安，互因紧紧得到医治。咱的兄弟姊妹，你若是确诊，也是。咱厝内有人确诊的吼，嘛请你跟我联络。嘿，我拢有将这名单记落来，我逐工吼拢有提名为着恁祈祷。吼，所以咱为着这诶兄弟姊妹祈祷，也恳求主保守咱的教会诶这确诊的兄弟姊妹，互咱开喙，嘛为着今仔日是玉山神学院的主日，互咱知影吼，这个神学院的奉献主日吼，对2年前。吼，就是前年开始，吼，前年甲旧年、今年拢受到疫情真大的影响，吼，所以咱嘛恳求主会当供应因的需要，互咱为着这间神学院来祈祷，咱开喙来祈祷。我感谢你因带带领，主恳求你的保守，我为着世界、为着台湾来祈祷，主恳求你的怜悯，互阮兄弟姊妹会当伫这个时机，搁较我靠你，互阮相信，阮所信的上帝是跨越。迄个国界区域的上帝，主恳求你保守阮的平安。伫世界有战争、战乱，也是真侪丧凶，也是疫情，主啊，恳求你的怜悯甲保守。阮嘛要为着阮的伫各地宣告遮宣告书来祈祷，恳求你看顾因的安全，保守因。也为着教会兄弟姊妹来祈祷，恳求主帮助，互伫处理疗养遮兄弟姊妹，互因会当得到医治，互因有平安，互因厝内人会当。信心来我靠你，也为着几位确诊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恳求你保守因，互因的心平安，互因也紧紧来得到医好。主，阮将阮的兄弟姊妹交伫主你的手里，恳求主你引带，阮也要为着玉山神学院来祈祷，恳求你来陪伴因的需要，供应因。主啊，恳求你的怜悯看顾，主，感谢你。主啊，感谢你透过今仔日牧师的分享讲道，搁一摆提醒阮，着爱举起十字架来跟缀你。主恳求你帮助，互阮勇敢回应你的即个呼召。虽然伫即个世界，阮看见真困难，有当时啊外在的环境，互阮真惊吓；有当时啊对边仔来的价值观，也互阮感觉毋知要安怎行落去。总是主，阮相信，阮是你的囝儿，阮要得到上帝你的看顾，阮有上帝你咧头前咧引带。主，阮也要为着玉山神学院来祈祷。主，伫这连续3年久，拄着疫情的影响，所以递到即个奉献的收入变到真少。主，阮恳求你来感动搁较侪兄弟姊妹，为着即间神学院来祈祷、来奉献、来供应因的需要。阮也为着兄弟姊妹身躯欠安尼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互阮的姊妹培文伫拜五有生产。主啊，恳求你帮助，互伊生产了后的复原，拢有上帝你的看顾，帮助伊，互伊甲伊的囡仔拢会当真平安。也为着怀孕的姊妹伫德国的圣心，也是配音来祈祷，恳求主你保守遮的姊妹，互因有平安，互因。伫即个怀孕的过程，拢有上帝你的看顾，也保守因的家庭，准备心来迎接新的生命。阮也要为着阮身躯欠安的兄弟姊妹祈祷，有侪侪兄弟姊妹伫厝里疗养的，身躯有病痛真艰苦的，主，阮也恳求你医治看顾，也手术因紧紧来恢复健康。
也有确诊的兄弟姊妹，也是阮身躯边有确诊的亲人朋友，主阮也要为着遮个来祈祷，主恳求你，互因紧紧来恢复健康，互因的心嘛无惊吓，互因有平安。主阮将阮兄弟姊妹交伫上帝你的手里，恳求主你引带，互阮伫即个世界会当活出一个无共款的款式。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即是来吟圣诗397首，圣诗397首，吟诗后请陈牧师祝祷，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到永世来无尽。阿门。请坐。